你有個新嘅職位喎，廣東文聯嘅副主席喎。因為啱啱喺大灣區呢度啦，有冇希望話即係藉住呢個新嘅職位或者新嘅責任啦，去做啲乜嘢咧？好多香港嘅藝術家其實去到大灣區咧係越嚟越頻繁嘅。你要佢哋可以真係翻到去話係利用到內地嘅市場，發展到佢哋嘅文化事業同產業咧，其實你要真係落地生根㗎喎。你唔係淨係租個場演3日翻嚟就算數㗎喎。咁所以佢哋喺內地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？譬如票務上邊啊，甚至可能有啲內地嘅法理法規啊，點樣保障自己啊？點樣去發展啊？點樣利用到呢個平台啦，同埋呢個職務啦？希望我哋可以同廣東省唔同嘅部門一齊合作，可以做到一啲真係落到地幫到我哋藝術家。